8月1日，中国三江源第2届牦牛文化节暨首届澜沧江源雪域山歌节在青海玉树杂多县苏鲁乡拉开帷幕。当天，藏民族原始的生活状态展示以及牦牛牛粪文化展在杂多县苏鲁乡的阁中草原上展出，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杂多县位于青海省境西南部，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当地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是澜沧江的发源地，境内盛产冬虫夏草，全县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也被誉为中国雪豹之乡和雪域山歌之乡。牦牛作为高寒地区特有的动物，也是青藏高原藏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体现。藏语称牦牛为诺尔，意为财富或宝贝。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牦牛浑身是宝。牦牛的毛皮可用来御寒，牦牛的肉是上好的食物，牦牛奶富含营养。而对经常迁徙的牧民来说，牦牛又是用来搬家的重要交通工具。除此之外，藏民族对牦牛的牛粪也充分利用。此次活动中就展出了藏族对牦牛牛粪的各种用途。咱们在冬季也行搬到这个冬窝子里面以后，咱们这个青藏高原的地区是特别冷的，所以说这个牛羊它也需要一些挡风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就用这个牛粪垒墙把它围起来以后，羊羔啦、牛犊啦，还有羊了牛全部都卷到这个里面以后，它们冬天可以御寒。为什么牛粪是咱们高原上的唯一一个这个燃料呢？因为咱们这个民族再加上这个高原上的这个原住民，他是很崇拜这个山水林草湖他是特别崇拜这个的。为了给自己取暖，他是不会到山上去砍一些树木的。平时我们用牛粪先捡牛粪，然后再把它晾干，用来取暖，没有任何污染的可能。也可以做成任何玩具，也可以拼成任何动物。当地左清寺的僧人曲周对牦牛牛粪文化的研究已有3年。他认为牦牛牛粪是一种环保的燃料，也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藏族人民利用牦牛牛粪的漫长历史进展中，如今的牦牛牛粪不仅仅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的展示。但你做嘛牛这什么东西？可能气牛给它拼脱起来的，开始就对了。如果就不呢，说话说你打你看的，没有东厂拉的才的，没有东厂也了，没有东厂也了个农村了。如果就不得那个干这个，想特开门不想就过嘛，多少圈过嘛，都是为了让送日吃送叫被拼脱就我不是的，就这的。但你就不得那个拼什么东西干起回来，我可以等三开始黑把单的，南方不撒江跟靠当真了，还来不拼的全部进。就个到南块上路的了，南块的马做了都是特别。等你做个呢，撒给了就在的了，等你张好起来了拼的，就个大瓦个做个绿棚出的拼的，年不毛不输特别。等你点上那个就个没不的地卡可用那个家。最后那个下得做了，主要引把它早晚你那么着哩，那他根据上你们家办，当然不没得动作跟计划的卡着他没。除了牦牛牛粪文化展，在活动当天，还有来自各个藏区的山歌歌手在杂多县进行歌唱比赛。虽然当天阴雨连连，但依然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的观看。